早晨，今日係3月12號嘅星期三夜晚啊。咁咧係我備戰嘅第12日。咁點解我會坐咗喺呢個 fitness centre 嘅？好簡單，因為我係啱啱先收工啊。咁我係忙到 PK，我係完全冇時間去拍低我做啲咩。我只有呢段時間去抽啲時間去講下嘢。咁第一樣嘢啦，想交代就係個記者招待會加過磅咧已經出咗安排啦，就會係今個星期六嘅下晝12點咧，就係尖沙咀 iSquare 有個免費記者招待會。咁如果得閒嘅朋友咧，可以免費到場就支持自己心儀嘅拳手。究竟做咩事仲要喂？第二樣嘢啦，經過咗呢幾日 cut 咗晚餐咧，我嘅體重都好順利咁去到71.6啦。咁想知道我點樣喺星期六前到達69kg咧？咁就切記留意呢2日睇我點樣 KO 啲水啦。哇！今日真係好攰，休息先，聽日見。